继续来看新北市的新庄有一个预售厝的建案，已经卖出到700多户了。昨暝还12点外火烧厝，是大楼的17楼来导火。这个乌烟是直冲起伫半空中，有600外平的面积烧了了，加在无人伤亡。 外面中的大火看起来真恐怖，大楼导火，规栋大楼未输是灰白，乌烟一直冲起天顶。透过空中摄影机热显像的画面，会当看出大楼导火面积有够惊人。虽然是大楼导火，不过火或者大楼内底拢无啥物光线，消防人员入去内底要拍火时，佫因为火有烟雾，未识方向，伫化救人。导火地点伫新庄府都心一栋犯厝，昨暝12点外，大楼17楼导火面积有600平。那因为燃烧的是楼板，所以整个燃烧的火势非常的大，几乎2个楼层17跟16楼全面燃烧，所以初期用高空作业车做压制，然后中期以后配合水线做清理。 这个新庄的建案总共23楼，本来拍算伫2020年顶半年就会完工，一平开价是86万，目前已经卖出100外户。不过伫完工前煞火烧厝，虽然现场无人员的伤亡，不过财产的损失未细条。相关单位透早就到现场啊，除了进行勘查，嘛要详细调查导火原因。 大概烧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开始就有味道出来，然后蛮浓烟的。虽然那个窗户关起来，但在家里面还是闻得到味道。火烧厝了后，空气的污染范围包括新庄、泰山、南口到鼓山。虽然目前空气监测的数字已经恢复正常，这个区域的民众出外上好是挂喙安。相关的单位嘛会继续去监控，提醒附近的乡亲一定要细致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